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时阵咱听人讲某米人一口推推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推，土为推第五条。推就是用来讲物件的假使，咱讲推啊，讲推啊。另外，弄过的推啊，咱讲古推。落尾现代，这个推啊嘛有男朋友的意思，也毋过较粗话。另外，这个推就是讲一个人呆呆戆戆的形，咱讲实在有够推。另外，无这么形，咱嘛讲推，像讲笔尾已经推啊。一支用来影物件的假使，咱嘛讲推，像讲影推、累推，若累推嘛有戆戆的意思。另外，还有一句话讲硬推拍定铁，这个意思就是硬拄硬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推推，就是讲一个人戆戆呆呆，袂晓变巧。第二个词可能大家较罕咧听，叫做倒头推，就是咱讲的回马枪，咱台语讲是倒拖倒、倒拖推，或者是倒头推。意思是讲本来较输面，落尾变做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你莫看伊一口推推，有时阵你想无办法无步啊，伊阁会使倒头推，教你安怎做，真正是乌干仔底豆油看袂出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推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